不管，其实你看两个党初选那个民调的那个震荡，对吧？当然有人会讲说啊，那个是因为特定族群在家里布电话，我不认为。我觉得这表示说我们那个是民意的英文叫 fluctuation 这种震荡幅度蛮大的，所以我老讲哦，越比较文明的国家，你知道，其实在这种民意的走向应该比较稳定。我们这种会这样暴涨暴跌，还是只是证明说台湾社会不是一个很 stable， 就是说不够稳重的社会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社会要去想办法去怎么去改进。暴涨暴跌有利于你出现吗？那就变成了这有时候人说 ROC 嘛，就 public casino 变成赌博共和国，所以有时候开玩笑，我去国外访问的时候，他说你们那个 ROC 是比 public casino， 他说你们台湾一切都很不可测，所以不要这样暴涨，不是暴涨暴跌，意思就是说人人有希望，个个无把握。就是这样，市政满意度下滑还是要做一些数据分析，看看到底哪里需要改进的。我态度是这样的，面对所有的批评，我们都是把它作为改进的动力。不过那很有趣的，但是那个市政满意度是蛮有趣的，因为所有的我们所有市政不同的面向啊，治安啊、环保各个面向，甚至整个团队都没有变，只有柯文哲掉下来，所以这相当明显是针对市长个人的不满意。所以这个我会回去再检讨一下。我现在离开台大医院的时候，就有在想说，很想把我当外科医生30年，处理过这么多死亡啊，或者在这种生离死别的一些故事，很想把它写下来。后来我当市长以后也没有时间了，所以有一次遇到何辉鹏，他就在跟我讲说，他很想写我一本书，他问我说我有没有什么书想写，我说我有一本书我一直很想写，没有写的就是很想总结我当外科医生30年了，特别是重症外科医生的一些经验，所以那个书名叫《生死之间》，就已经跟选举无关了。我要跟选举有关的，我就写什么光荣国家，那这个。对，北宜直铁会经过翡翠水库。北宜直铁就这样。今天早上那个翡翠水库的局长有进市长室会议讨论。这个我最近有叫我们的秘书长到交通部去找他们政次讨论。对我来讲是这样，因为现在有北宜直铁、基隆轻轨要汐止民生线，每一条拿出来讲都对，可是合起来讲就不对，因为没有理由3个同时做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就表示说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一个基隆河谷交通整合计划。目前翡翠水库供应首都生活圈600万人的饮水量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北宜直铁有态度是这样的，你要盖的话，特别要从那个水库的集水区通过，你不要先跟我说你要盖，你先告诉我说它那个环评的结果是这样，你对翡翠水库影响怎样？我们不需要说你盖一个北宜直铁，结果那个翡翠水库出问题。那我跟你讲哦，我去宜兰，你知道绕那个9万18拐我可以忍受的，可是你给我1天不喝水，那我就花到痒。